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囡仔接受早期疗愈，即马服务的个案是愈来愈多。伫高雄市即马都议员是提出讲，应该延长补助到18岁，若是走高悬市去求医的，嘛应该爱加补助。消费局是表示，等待法规修正了后，会紧送议会来审查。卫福部统计儿童早期疗愈的人数，逐年拢伫咧增加。2023年，全台湾就有48000多人。虽讲今年高雄市增加早期疗愈补助的项目，不过伫咧高雄市议会社政部门的质询，哪粒议员是要求社会局就爱参考其他县市加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早期疗愈补助，对6岁提悬到18岁，而且去高悬市的医疗嘛就爱补助。好，的确，我们虽然有增加了一些他们的补助的基准，但是我想应该是要放宽的是范围的部分啦，哈，就是。所以目前这样子是无法满足嘛，对不对？是没错。离伊就真正去高悬市较近，来本市的市中心要复健较远，当然安尼是对家长嘛是好啦，因为路程上的付出嘛会较减轻。高雄市目前需要早期疗愈的儿童大约3200人，家长表示有一寡囡仔是需要长期复健才看得到效果。补助中低收入家庭的囡仔到18岁，会当减轻袂少负担。凤山区儿童早期疗愈发展中心的主任王正杰嘛补充，高悬市医疗补助申请是真好，不过政府嘛就爱重视偏向伫咧早期疗愈这块较欠缺的问题。如果呢用高雄的补助金额计算的话，增加的预算可能还不到350万哦，所以我想呢，这是可以研议的方向了哦。虽然今年剩差1个月尔，不过你这项代志啊，坑到明年来处理，坑到明年都有医生来处理。局长，我担心是明年还是空的。但是我可以承诺，是在明年6月之前，我们一定会完成这件事。明年6月之前，一定会完成。社会局长表示，针对开放去高悬市医疗，又有延长补助年岁到18岁，社会局会赶紧研究法条修正，伫咧这会期送议会审议，减轻家长的负担。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